Bettina 係澳洲嘅註冊音樂治療師，服務對象主要都係小朋友。音樂治療可以幫助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例如發展遲緩、語言障礙、自閉症等等。好多時家長就問我：咦，有冇一啲嘢我哋可以喺屋企都做到㗎？即係好似物理治療啊、言語治療啊咁樣。Bettina 為咗令到小朋友進步得更加快，於是就想創作一隻小朋友喺屋企都可以訓練社交技巧嘅音樂 CD。不如整一隻 CD 係佢哋喺屋企都可以用㗎，咁就可以將音樂治療帶翻屋企去做啦，即係可以加強嗰個訓練咁樣咯。於是 Bettina 就拉埋一樣係治療師嘅 Kingman 同埋 Jacqueline 一齊作歌，自資出碟。CD 裏邊有10首佢哋創作嘅歌，每首歌都配合一個活動。咁透過呢個 CD 咧，我哋就去學翻可能去點樣同人哋嗰個社交互動啊，去聽指令啊，同埋可能去發聲啊，去講一啲唔同嘅詞語啊咁樣。碟裏邊嘅10首歌都有純音樂嘅版本。咁點解要有一個純音樂呢？就係我哋希望咧家長咧都可以喺呢啲兒歌入邊咧，去俾小朋友多啲去發揮佢哋嘅創意啦，同埋咧透過一啲改變嘅歌詞咧，我哋可以咧讓小朋友咧去多啲去接觸一啲唔同嘅詞語啦，同埋唔同嘅發聲機會嘅咁樣咯。家長即使係冇音樂嘅底子，都可以用呢一隻 CD 同小朋友一齊做音樂活動。光碟附有一本小冊子，入邊都有好多活動咧，係講緊每一首歌點樣做。咁個家長佢就透過一本小冊子去學習點樣用一啲音樂活動同個小朋友有溝通啊，發揮個小朋友創意咁樣。製作成本唔低，但係每隻 CD 只係賣90蚊，1000隻 CD 暫時只係賣咗一半。但係年輕人有心唔怕蝕。其實我哋整呢個 CD 出嚟咧，就唔係諗住賺錢嘅，咁因為可能佢治療淨係可能一個禮拜嚟半個鐘或者1個鐘，咁就返到屋企咧就冇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啦。咁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個資源俾佢喺屋企都可以幫到小朋友。佢哋已經構思緊下次 CD 嘅內容，希望可以製作一隻情緒舒緩同埋專注力訓練嘅 CD。10乘10屆今個夏天最貼身嘅 Mini Travel Guide，將記者心水推介製作成旅遊收藏卡，等你行到邊玩到邊，立即去10乘10屆報道內下載啦！